只因男孩是满级反骨的熊孩子，父母就准备放弃他这个大号，改修小号，将他按进海里，直到彻底没了动静才肯罢休。与儿子有着同样外表的这个孩子，其实并不是他们原来的那个儿子。地质学家达利被派到卡特拉火山勘探，可刚到小镇的第一天，就在自己的被窝里看到因车祸死去的儿子。父亲确定这不是自己的孩子，便报了警。不过他的妻子却觉得弯到篮子里的就是菜，不管这个孩子有多么诡异，他都是自己的儿子。父亲看到连忙驾车去追，但破车不长脸，没走多远就坏了。此时又赶上了恶劣的气候，东北大烟炮，只不过风中夹杂的不是雪花，而是当地的特产火山灰。可母亲却在不经意的聊天中知道了当年儿子车祸的真相。原来那起车祸并不是意外，是儿子特意制造。因为长期被校霸霸凌，父母又因为工作没有在有效的时间出面安慰，最后孩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说完这些，孩子继续表述，如果现在有人在欺负他，不管是谁，他都会抄起家伙就跟他干。听到男孩大胆又偏执的言辞，母亲感到后背发凉，后悔没有听老公的好言相劝，他的确不是自己的儿子。于是在孩子下车嘘嘘放水的时候，一脚地板油扬长而去。荒郊野外中只留下孩子在疯狂的喊叫，但还没逃离多久，母亲就心软了，于是急速掉头准备回去寻找儿子。不过在茫茫荒野中，他并没有看见孩子的身影，也许是找人心切吧，他却没注意到奄奄一息的老山羊被人割了喉。与此同时，男孩没走多远就被好心的路人发现，可往往好心的人不一定会有好报。刚经历了母亲的抛弃，男孩对谁都不信任，感觉对方是坏人后，他便打开了车门准备跳车。女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转身阻止男孩的危险行为。男人看到妻子的惨剧，难免惊慌不已，挽救妻子的同时疏忽了汽车的驾驶，结果连车带人都冲出了公路。意外的是，男孩却能安然无恙的生还，但他没有马上离开现场，而是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咽下最后一口气。此时母亲还在为丢下孩子而自责，没想到儿子不知开了什么外挂，竟自己回来了。